每次行雷閃電，我哋都係先見到一道刺眼嘅光，然後隔咗一陣先聽到震耳欲聾嘅雷聲。你有冇諗過點解會咁？呢個大自然現象背後，其實隱藏住一個超乎想象嘅物理奧秘。今日就等我哋一齊揭開佢。答案好簡單，就係光同聲嘅傳播速度差得太遠啦。光速係宇宙中最快，每秒大概30萬公里，快到我哋根本想象唔到。但係，當聲波喺空氣入面傳播，佢嘅速度就慢好多，大約每秒340米。呢個巨大差距，就係一切嘅關鍵。正正係因為呢個天文數字級別嘅速度差，所以閃電發出嘅光線幾乎一瞬間就到達我哋眼睛，而同時產生嘅雷聲，佢嘅聲波就需要一段時間先傳到耳仔。下次再見到閃電同雷聲，你就可以用科學角度去理解呢個大自然嘅奇妙魔術，感受到光同聲之間嘅無聲對決。